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这阵啊，指挥中心逐工拢会开记者会，说明上新的疫情，嘛会统计画着的人男女的比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女，嘛有人读做李。有人认为讲女甲李，一个是文音，一个是白音，嘛有人认为讲这是方音差。女代表性别含男颠倒变。较少年的，咱讲女子；较有岁，咱讲妇女。无分年纪，全部拢叫做女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女性，就是甲男性颠倒变的词，无分济岁少岁，拢讲女性。第二个词读做女德，嘛有人讲是妇德，有人讲淑德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女性上惊采花芳，一丛采了换别丛。有好女德的女性，拢希望会当拣到好对象，互相珍惜过一世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女，另外一个音读做李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